呢個家族真係癲到爆，喺佢哋眼中，家族以外嘅人都唔算係人，而係被圈養嘅家畜。殺咗一對特警，同宰幾頭牛羊冇咩分別。每年嘅祭典儀式上，佢哋都會獻出一個細路俾族裏面嘅食人怪享用。為咗呢個目的，仲開咗一處礦洞，專門用嚟關押作為祭品嘅細路。劇情接住上季結尾，警官大川終於揾到關押細路嘅礦洞，但係當佢靜雞雞潛入去時，發現關喺度嘅細路已經俾人轉移走咗，跟住就有把鐮刀從後面劈過嚟。嗰隻恐怖嘅食人怪物出現咗，好彩大川身手敏捷，避過致命一擊之後即刻拎出手槍，紙怪物頭一歪就避過子彈，跟手喺佢手臂度咬咗啖肉。見到對方一臉享受啖吞落去，大川驚到心都離一離，喺度左閃右避嘅時候俾怪物一夜拋飛。個男人索性唔再糾纏，大步咁朝礦洞外面逃去。只係食人怪又高又大，追嘅速度好快，大川唯有不斷咁改路走，好唔容易走到野外。靠住茂密嘅樹葉，佢靜靜雞匿喺一棵斷樹後面，但係手臂上嘅傷口不停咁流血。食人怪好似對血腥味特別敏感，好快就揾到大川匿埋嘅地方。後者一個轉身避過撲咬，腦入面閃過一個大膽嘅諗法，佢用帶血嘅衫設低陷阱，等食人怪中計之後，大川拎起嚿大石大力咁砸落去。見到對方趴喺地下，佢仲打算補多一下，點知食人怪突然醒返，口中發出淒厲嘅大叫。大川淨係覺得頭暈眼花，腳下一滑，唔小心從山坡跌咗落去，佢就咁樣跌入山澗河流裏面。呢個時候，後藤家嘅家主惠介將細佬陽介叫到單獨房間，佢懷疑係對方透露咗關押細路嘅位置。如果唔係被族人及時發現，但聽日舉辦嘅祭典儀式就會冇祭品可用。陽介雖然否認咗告密，不過佢確實都想放走嗰幾個細路，呢啲都係活生生嘅人命。點解後藤家要將佢哋當作家畜？惠介沉默咗好一陣，跟住憤怒咁推開細佬。呢個係家族幾百年嘅傳統，佢根本冇辦法改變啲乜。惠介行出房間，突然接到女友小瑾嘅電話，對方話自己懷孕咗，約惠介喺老地方見面。惠介即刻陷入兩難。多年前阿媽喺祭典儀式上搶走咗貢品男仔，佢為咗保存對方嘅安全，應承咗外婆後藤銀永遠守護家族嘅傳統。但係而家佢心愛嘅女人有咗 BB， 唔通自己仲要繼續咁落去咩？然而外婆嘅囑託就好似一道枷鎖，一直壓到惠介透唔過氣。呢個時候大堂衝入嚟一幫人，一位女子被粗暴咁掟到眾人面前。之前佢為咗心愛嘅男人走佬，但係好快就俾眼鏡男捉翻嚟。呢個男人睇落去好囂張，一睇就知係狠角色。惠介及時上前打咗聲招呼，但係眼鏡男阿里當佢冇到，我行我素，好似癲佬咁。而縣城裏面嘅刑警們之前已經收到大川嘅匯報，確認咗關注細路哥嘅地點。處長大手一揮，決定派警力去支援阿川。但係老刑警金丸諗嘅唔係呢樣，佢想成個後藤家族一窩端。處長仲喺度驚訝嘅時候，金丸叫出一個估唔到嘅人，嚟嘅人正係宮花村嘅村長，亦都係後藤家家主惠介嘅老豆。今次過嚟打算交代後藤家所有嘅罪孽。駐守喺宮花村嘅前任警官秀野，駐守喺宮花村嘅前任警官富野，開頭同後藤家嘅關係幾好，佢個女小瑾甚至同後藤家嘅惠介拍拖，直到秀野查嬰兒失蹤案嗰陣，無意中接到個神秘電話，打俾佢嘅正係宮花村嘅村長，亦確認失蹤嬰兒都係被後藤家族捉走嘅，目的就係喺祭典儀式上獻俾食人怪。警官秀野當場失控，自己一個跑去同後藤家族對峙，結果一啲意外都冇。佢被後藤家族毀屍滅跡咗。村長之前一直想嚟舉報，但又驚會遭到報復，直到今次見到警方真係採取行動，所以先偷偷聯繫上金丸刑警。不過金丸仲有啲嘢搞唔明，村長都係後藤家族嘅一員，點解要出賣自己家族？村長自嘲咁笑咗笑，其實佢係家族入邊一直俾人排擠，而村長嘅老婆正係多年前喺祭典儀式上救走貢品男童嘅後藤男。而家個貢品細路已經大個仔，只係塊面被咬到爛晒，再亦都冇拔翻轉頭。佢真係諗唔明，後藤男作為後藤家族嘅繼承人，點解要破壞祭典，救走自己呢個完全唔相干嘅人？唔通佢就唔為自己兩個細路諗下咩？後藤男嘅眼裏面充滿絕望，慢慢講起好似噩夢咁嘅過去。原來後藤男並唔係後藤銀嘅親生女，而
而係對方從祭品裏面隨便揀中嘅家畜。以後你就係我後藤銀嘅女啦。為咗維持家族血脈，後藤銀竟然叫食人怪同後藤男配種，後藤男生咗個男仔。雖然心入面好唔甘心，但係又因為後藤銀嘅權威，佢只能夠苦住臉話自己好開心。後藤銀滿意咁笑咗，幫個 BB 改名叫衛介，當場宣布佢會成為後藤家嘅家主。村長同佢老婆一樣，面上嘅笑容仲難過喊，因為佢都知老婆係點有咗。明顯後藤家族唔係第一次用呢種手段啦。呢個時候，幾個人收到手下匯報，佢哋已經到咗關押細路嘅地方。不過現場一個人都冇，淨係見到大川留低嘅手槍同幾灘血跡，睇嚟對方遇到咗危險。但係而家嘅大川喺一個山洞度醒咗，之前佢跌咗落河，好彩俾祭祀個孫亞能救咗。呢個男人都好憎後藤家嘅惡習，而兩人而家喺度嘅地方，正係祭典儀式真正舉行嘅地點，周圍堆滿咗食剩嘅白骨。佢唔想後藤家族繼續咁愚昧，於是同大川講咗個消息。佢知道班細路被轉咗去邊度。大川嘅眼神堅定到爆，發誓要救翻班細路出嚟，但係唔知自己屋企人淨係被後藤家追殺。好彩大川嘅老同事拼命保護，加上老婆有希同女警表現勁抽，先至勉強打低咗個殺手。女警覺得呢度已經唔安全，打算將有希母女送去第二個地方。點知車先啱啱出賓館，一架貨車直撞過嚟。開車嘅正係後藤家嘅癲佬阿里，確認有希母女冇事，佢吹住口哨將兩個人抬咗出嚟。轉眼就到咗第二日，風花村一年一度嘅祭典儀式正式開始。阿銀代替咗年邁嘅爺爺，成為咗祭典儀式嘅祭祀。呢個時候有人發現佢哋嘅族長衛介唔見咗，但係唔知呢個時候嘅正主已經去到山腳下嘅屋裏面。原來佢係嚟揾情人小緊嘅。面對女仔嘅熱情迎接，衛介卻係成面冷漠，要求小緊打掉肚裏面嘅 BB。但女仔心裏面早就決定咗，死都要同衛介一齊。個男人俾佢嘅真情打動，但係自己嘅家族就係個魔窟，佢唔想拉小緊落水。後藤家嘅族人突然殺入，原來佢哋一路跟蹤小緊，估唔到仲有意外收穫。知道家主竟然要同小緊一齊，族人個個面都黑晒。要知道小緊嘅老豆又係後藤家嘅仇敵狩野警官，衛介乾脆當場攤牌，我要同小緊一齊，因為對方有咗，咁係正好可以，家族係咪可以延續落去？呢個時候幾個細路跑過嚟，村口出現咗大批警察，衛介帶頭攔喺後藤家族嘅山腰，而大批特警就由金丸帶隊，氣勢洶洶咁話要入去搜查。理由係有村民舉報後藤家族嘅槍械同上報嘅數量對唔上。衛介一啲都唔驚咁打開武器庫，特警開始一件件核對登記。金丸大手一揮，挨狗叫手下仔細搜查，防止後藤家族私藏武器。長髮男係家族裏面嘅激進派，如果唔係衛介攔住，佢當場就準備衝上去搏命。家族裏面嘅老人家見到呢一幕，話後藤家族嘅血液裏面留住好戰嘅基因，呢個亦都係佢哋極力保護血統純正嘅原因。刑警金丸好似無意咁講笑，風花村嘅人口越嚟越少，但係你哋嘅族人就越嚟越多。啱啱坐低，佢就感覺到空氣流動有問題，估唔到樹葉後面藏住一條暗道，唔通裏邊有咩古怪？幾位族人黑口黑面跟喺後面，感覺隨時都會撲過嚟打人。好彩金丸兜咗個圈，冇發現乜嘢可疑嘅地方，眼白白睇住對方空手而回。大伯覺得有啲唔對路，呢度出現嘅全部都係特警，嗰啲警察去咗邊度？而家嘅大川已經靜雞雞去咗後山。佢之前喺祭祀阿銀口中得知，後藤家將個細路仔搬咗去山頂間鋪，而透露呢個情報嘅竟然係後藤家主衛介。原來佢已經決定打算放走嗰個可憐嘅細路，終結家族慘無人道嘅祭典。而家大川已經繞到商店後面，真係見到被關注嘅3個細路。個大婆亦都意識到中咗警方聲東擊西嘅圈套，打算帶人去山頂商店幫手。點知前面條路俾特警堵到實一實。見到族人咁激氣，金丸忍唔住大入一聲：你哋點解要咁狂熱彈？信嗰個老太婆，結果惹嚟族人嘅怒罵。長髮男唔知喺邊度攞出支步槍，正準備扣扳機，衛介及時出手阻止。佢真係唔想搞到家族打交，點知長髮突然講咗句：打交已經開始咗，
下一秒食人怪從天而降，手起刀落搞掂咗個特警。金丸反應過嚟，準備還拖，後藤家族成班人發難，拎起鐮刀斧頭，同特警們打成一團。有時有人執起地上嘅槍，熟練咁扣扳機。正當雙方打到亂晒龍嘅時候，又有一班族人拎住大批槍加入戰團。族長維奇企埋一邊，目光呆滯。佢最唔想見到嘅一幕都係發生咗。好彩山頂上面嘅差佬已經同大川會合，確認細路仔就喺入邊，佢哋守住各個出口。一聲令下就撬開大門衝咗入去。可惜山下嘅特警已經俾人殺到節節敗退，主要係呢班族人太狼死，殺人好似玩過家家咁輕鬆。為數唔多嘅幸存者全部被圍困喺小木屋入邊。維奇諗起女友小瑾，急急腳跑到後院，發現老弱病殘，早就自己匿埋咗。好彩小瑾冇事，佢諗住送對方去安全嘅地方，點知村長突然殺出，佢想殺咗小瑾，斷後藤家族嘅後。但係衛界都唔係省油嘅燈，幾下就將村長打到七彩。村長一啲都唔在乎，笑住話：你根本唔係我個仔，因為佢細個就被後藤人逼住做咗絕育手術。點知衛界一早知自己嘅親生老豆就係嗰個食人怪，但呢樣並冇影響佢活喺呢個世上。而山腳下嘅戰鬥已經結束，唯獨金丸一個人生還。佢威脅大牌子尼公然同國家作對，最終只有滅族一條路。長髮男呵呵一笑，只要將你哋殺清光，就冇人知道呢件事。屋外時不時有零星嘅槍聲，呢個係族人們喺度逐個補槍。呢個時候金丸嘅對講機響起，警察已經救出被困嘅細路。一名女子望住被救嘅男仔，想講又冇講出口。多年前佢啱啱生完，就被告知個仔夭折咗。個女人有種感覺，眼前嘅男仔就係自己嘅仔。呢個時候被捉嘅村民開始坦白：呢個係我自己嘅仔。大川實在諗唔通，點解你哋要將自己嘅仔送俾後藤家族？旁邊嘅店老闆面露出譏諷：你哋呢啲外人識乜嘢？咁多年嚟佢哋都係咁樣過，每家每戶貢獻出個仔，咁樣痛苦分攤就冇乜嘢。然而話口未完，佢個額頭中槍跌咗落地下。後藤家嘅暴徒趕到嚟，佢哋問都唔問，就對住間店亂咁掃射。癲佬阿里仲放出狠話，話要殺晒裏面所有活口。呢個時候有族人擔心，萬一殺錯咗，祭典要用嘅細路點算？大寶哈哈笑，佢一早準備好咗代替品。跟住就有人揭開木地板，裏面瞓低嘅竟然係大川嘅老婆同個仔。既然你哋都癲晒，咁我都唯有跟住癲。呢套劇真係癲到爆，正義警察甩開道德枷鎖，誓要喺食人家族大開殺戒。故事接住上集，救細路嘅警員小隊被後藤家族圍困喺山頂商店，都唔知過咗幾耐，出面嘅火力慢慢停低。一個死囉囉跳入商店睇下咩情況，但大川剩翻一粒子彈，打唔中，佢只能夠衝上去貼身肉搏，幾個回合就將對方打低喺地，順勢搶咗佢嘅武器。呢個時候外面嘅族人都衝咗入嚟，大川雙拳難敵四手，只能夠叫處長帶住帽子先走。但後藤家嘅人並唔打算放過佢哋，千鈞一髮之際，大川率先開咗一槍打中對方個頭。血腥嘅一幕令佢回憶起多年前救女嘅畫面，積累多年嘅壓抑好似揾到宣洩口，尤其係親眼見到自己嘅同事個個慘死喺族人手上。大川心裏面嘅猛獸終於衝出籠，而家嘅佢乜都唔怕，每一招都打中敵人要害。講真，骨子裏嘅狠勁，大川唔輸俾後藤家任何一個人。要知道佢之前就係因為太暴力，先被調落呢個小山村做片警。等大川翻過神嚟，周圍已經見唔到一個敵人，佢正準備坐低喘口氣，突然有架警車衝上嚟，原來係後藤家嘅癲佬阿里出場。大川衝上去連續10幾記重拳，阿里就同冇事人一樣坐咗起身。大川驚訝到口都合唔埋，兩位狠人又打埋一堆。最後大川技高一籌，用剪刀腳實實鎖住阿里，確認對方冇晒動靜，佢先暗暗鬆一口氣。但係呢個時候，一位族人拖住人質武士出現，佢哋想用呢種方式令大川束手就擒，同時仲記得提醒負責追擊嘅楊介，快啲搞掂可惡嘅大川。楊介雖然喺後藤家，
但心裏邊好反感族人嘅做法。佢覺得每個細路都有自己嘅生命，唔係族人口中嘅家畜。最後楊介作出選擇，就係將槍口對準咗自己嘅族人，不過冇射中佢哋嘅要害。阿里唔知幾時醒咗，大罵一聲就跟住急急腳逃入後山。冇幾耐，後藤家嘅人全部被搞掂晒，而警方嘅增援都遲咗啲。處長都算命大，正面中咗一槍竟然冇死。大川同同事講明咗楊介嘅立場，所以佢冇好似其他族人咁被警方拉入警車裏面。幾位細路仔總算被順利救咗出嚟。不過後藤家老宅呢邊嘅戰況就冇咁樂觀啦。所有參戰嘅特警慘遭團滅，被村民鏟入深坑，一把火燒個清光。所有人嘅表情都好輕鬆，就好似處理普通家畜咁。但係當睇到自家族人嘅屍體時，佢哋個個面露痛苦之色，完全就同換咗個人咁。長髮男嘅脾氣最為火爆，佢認為呢一切都係大川造成㗎，於是冇理衛介嘅勸阻，通過對講機威脅大川過嚟受死。因為佢老婆同細路喺我手，大川表面冇乜反應，但係心裏面已經翻江倒海。佢一手將楊介塞入車，壓住火氣威脅衛介，如果佢妻兒有咩損傷，咁你都唔使旨意見到細佬楊介。大川講嘢語氣平靜，但每個字都講得好堅決。咁你就等住同細佬收屍啦。衛介完全唔懷疑佢會做得出。兩個人商量好交換人質，定好交易地點之後，大川唔理警察同事嘅阻攔，一腳踩進油門衝落山。旁邊嘅楊介吞咗啖口水，唔覺意咁扣實安全帶。其實衛介心入面好想完成呢次人質交換，一來佢唔想細佬有事，二來都唔想傷害大川嘅老婆同仔。但係後藤家嘅癲佬就唔係咁諗，之前透露關押細路地點嘅內鬼仲未揾到，甚至有人直接話係衛介做嘅。衛介心入邊15、16，而家佢打死都唔可以認，畢竟家族裏面嘅激進派話晒事。呢班人一向無法無天，連族長都唔放喺眼內。衛介更加估唔到嘅係，激進派嘅頭頭藤夫而家喺廢棄刑場審緊刑警金丸，之前就係佢帶特警嚟搞事。藤夫特登留金丸一條命，就係想逼問出邊個通風報信，但係金丸答非所問，話自己先至係應該繼承後藤家嘅男人。藤夫喺佢口袋度搜到一個懷表，懷表裏面存住後藤家上代家主後藤今次嘅傷。原來金丸嘅真實身份係後藤人嘅大佬，即係後藤今次嘅孫。而家後藤家嘅路行歪咗，全部係後藤人一手造成，裏面涉及到一個天大嘅秘密，仲同嗰個食人怪有關。但係藤夫聽完之後驚泄密，於是當場殺咗金丸滅口。事後佢先至醒起，仲未逼問家族內奸嘅事。藤夫好快諗到一條新計，就係等衛介親手殺死大川嘅老婆，淡樣嘅可以洗脫佢嘅嫌疑，仲剩低一個細路，都可以揾大川換翻楊介。而衛介依家根本冇理由拒絕，佢接過把刀，慢慢行去有希母女度。就喺呢千鈞一髮之際，金丸警官嘅衛星電話響咗，打嚟嘅正係衛介嘅村長老豆。佢好大方咁承認自己就係聯繫金丸嘅家族內鬼。衛介個心震到乜咁，佢知道呢個係老豆要幫自己頂罪，但係而家呢種情況，衛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俾村長一個痛快，望住阿爸慈祥嘅樣。衛介忍唔住諗翻起細個嘅經歷，雖然懶仔爺都知道彼此冇血緣關係，但係村長依然當衛介係親生仔咁看待，因為佢最大嘅心願就係徹底改變呢條村。可惜我係實現唔到噶啦，跟住落嚟就睇你噶啦。衛介咬實牙根將匕首插入村長個肚，但係對方塊面一啲責怪嘅意思都冇，對眼仲充滿咗期待。衛介忍住眼淚將帽檐拉低，呢個係養父用條命換翻嚟，幫自己坐穩家主個位。果然冇幾耐，大婆藤夫行過嚟表忠心，佢係守護歷代家主嘅戰士，有乜嘢麻煩事都可以交俾佢搞掂。衛介作為家主，只要打理好本家就得。當日下晝，大川帶住楊介去到交易地點，後藤家嘅一班激進分子等咗好耐，見到正主到咗，衛介行出嚟當場表明態度，佢希望家族同警方嘅恩怨一筆勾銷。大川唔出聲應承咗，而家佢只係想先救翻妻女再講。衛介示意數到3，雙方交換人質，點知藤夫突然提出疑問，
楊介負責追擊，一直匿喺山上，冇理由咁易被警察捉到。佢懷疑楊介就係家族入邊嘅內鬼。大川心入面一涼，擔心楊介失去作為人質嘅價值，即刻大聲任旨：暴露細路位置嘅唔係你衛介咩？行夫忠心護主，表示嗰個內鬼就係村長，而且仲被衛介殺死咗。楊介先至得知阿哥親手殺死咗養父，眼中唔自覺咁散發住仇恨嘅光芒。幾位激進分子意識到呢個細路唔可以留低，咁就冇交換人質嘅必要啦。長髮男舉槍對準右希，一聲槍響之後，女人毫髮無損。原來係衛介托住咗槍管，佢唔想雙方嘅矛盾加深落去。但長髮男就唔理解，家主點解要保護家畜？一言一行都冇啲敬意。大伙老夫一手攬住長髮嘅大面，佢唔准任何人對家主唔敬，連續幾招貼牆殺，大伙子好快就癱軟喺地。大川當然唔會錯過咁好嘅機會，突然拔出手槍一輪猛射，點知藤夫中咗一槍都仲生龍活虎，腳上發力朝住佢猛撲過嚟。大川嘅頸同揸槍嘅右手都被緊緊捉住，幾乎冇任何翻盤嘅可能。喺關鍵時刻，佢直接放手支槍，左手接住第一時間扣扳機，睇到老公個頭被射穿，大川長長咁舒咗口氣，但冇注意到藤夫竟然企起身。好彩佢反應夠快，一個過肩摔就將佢擺低。而家敵方剩翻衛介一個人，大川心入邊有啲唔明，唔係你求我救出啲細路，想結束一切嗎？點解仲要顧住族人嘅生死？衛介嘅眼神好複雜，一邊係良心嘅譴責，一邊係家主嘅責任。顯然佢都唔知點算好。就喺呢個時候，空中無緣無故有粘液滴落，兩個人個心同時一沉。嗰隻食人怪出現咗，大川好似意識到啲乜，大聲叫老婆快啲走。食人怪一腳踩喺大川心口，打算繼續行嘅時候，衛介攔住咗佢前邊。食人怪聞咗聞，竟然直接繞過咗去，下一刻就出現喺老希拎埋嘅石柱後面。原來佢嚟呢度嘅目的就係為咗搶走個女仔小白，因為今晚嘅祭典儀式必須要有細路仔喺到場。呢個流程幾乎變成食人怪刻喺骨子裏嘅本能。大川有心上去追，但係佢心口傷得太重，未行兩步就無力咁彈低。呢個時候衛介行上前，佢喺度猶豫殺定係救。朦朧中後藤銀嘅身影又出現，殺死佢。與此同時，隱居喺縣城嘅後藤男突然發現自己俾後藤家嘅人盯上咗。之前後藤銀同衛介做過約定，只要對方乖乖聽話維護家族傳統，咁佢母親後藤男就絕對唔會有事。而家突然遇到後藤家嘅殺手，顯然係衛介嗰邊出咗問題。記者多田接到求助電話，第一時間跑過嚟睇，見到滿地狼藉，佢以為後藤男出事咗，估唔到對方一直匿喺密室中。幾個人互相配合，終於搞掂咗後藤家嘅人呢。後藤男心知肚明，唔可以再忍落去。尤其係記者爆出後藤家開槍殺咗好多特警之後，佢決定點都要阻止呢個祭典儀式。而家後藤家嘅人已經到咗交易地點，現場瞓低咗幾具屍，就係唔見衛介兩兄弟。呢個時候癲佬阿里突然出現，話楊介係個叛徒，佢幫差佬射殺咗唔少自己人。更加估唔到嘅係大婆子藤夫竟然仲生勾勾，睇佢呢個唔死身，感覺同食人怪有啲似。而家大川夫婦倆已經被衛介安排喺祭祀亞銀屋企，呢度任何村民都唔敢亂咁闖入，應該算係好安全。不過佢老婆有希個腦傷得好重，必須要快啲送去醫院先得。而楊介知道係衛介同警方講咗收埋細路嘅地點，心裏面嘅仇恨已經冇晒。衛介再次擺出大佬款，叫楊介帶住有希去縣城睇病，呢度嘅一切交俾自己搞掂。睇嚟村長嘅教育真係幾成功，冇令到兩位養子受到家族嘅洗腦，反而保持咗一份做人嘅善良。而家縣城警局裏面嘅士氣真係低落得緊要，警員個個都大傷，更有幾個同事英勇犧牲。後藤家今次襲警事件理所當然驚動咗省裏面嘅公安部，部長一揮手話已經申請調動自衛隊出馬，任何敢同國家機器作對嘅勢力，最終只會係煙消雲散嘅結局。都賴役，老處長即刻解釋，宮花村都唔係全部人都係壞人，其實只要捉住幾個主犯，後藤家就會失去反抗能力。但係部長根本聽唔入耳，堅持要出動部隊鎮壓。
受傷嘅女警帶住後藤男出現，佢準備坦白自己知道嘅一切，只係為咗救出惠介同陽介兩兄弟。其實兩個細路都係後藤銀特登培養嘅傀儡。惠介10幾歲嘅時候，後藤銀就以送餐嘅名義將佢帶到食人怪嘅洞穴，但係當惠介打開飯盒，當場就被入邊嘅手腳嚇得面都白晒。原來後藤銀一直都喺度幫惠介收翻啲亂晒嘅思緒，轉身揾到綁滿繃帶嘅大川。佢之所以要救對方一命，只係唔想再有人受到傷害。而喺夜晚嘅祭典儀式上，又係救出大川個女嘅最佳時機。大川發出靈魂嘅質問：嗰個怪人點解要食人？而村民點解都會咁坦然接受？呢個時候，上一代祭治慢慢行咗入嚟，佢係阿銀嘅爺爺，自然知唔少秘密。而家宮花村嘅祭典儀式完全變晒味。之前啲村民係為咗供奉心裏面嘅神明，但係而家嘅食人怪根本唔係真正意義上嘅神明。講到底，佢都只係一個可憐嘅細路仔啫。而呢一切都係後藤銀特登操縱嘅結果。70年前，啲村民被後藤家族壓榨到好慘，正係後藤銀四圍奔走，先至將佢哋從苦難中解放出嚟。但係唔知點解，後藤銀嘅性格完全變晒。僕はあなたのことが知りたい。せなら知ってください。邊個估到食人家族嘅家主後生嗰陣竟然係位風華絕代嘅美女？佢單憑一己之力就征服咗成條村嘅男人，更加將後藤家族推落無盡深淵。歡迎繼續睇《世忘村》第2季嘅第5集內容。故仔接住上集，上代祭治正宗慢慢講起。多年前唔為人知嘅秘密：1949年嘅宮花村因為戰亂搞到有史以嚟最嚴重嘅饑荒，好多村民餓死喺路邊，淨係後藤家族嘅糧食多到食唔晒，連佢哋養嘅寵物餐餐都有肉食。村裏邊嘅祭治帶住啱啱成年嘅正宗，揾到後藤家嘅現任家主後藤金次，希望對方可以施捨啲糧食俾村民。當年後藤家嘅土地上發現咗上等儉木，正係祭治幫佢哋搭線，令後藤家嘅木頭賣咗俾政府。家族因為咁繁榮富裕起嚟，考慮到呢層關係，後藤金次對待祭治都算客氣。不過講到無償俾村民捐糧食，呢位家主就有啲唔樂意啦。發現後藤家從未捱過餓，污蔑佢哋中意食人肉。就呢個時候嘅後藤家族冇食人嘅壞習慣，再加上前幾日後藤家贏咗場仗，從村民度搶咗好多地，兩邊嘅陣勢成水火。祭治喺村民心中好有威信，佢即刻應承願意做中間人，等後藤家族真係控制到宮花村。後藤今次聽完即刻拍板應承呢單交易，跟住起身叫手下同祭治兩仔爺準備豐富午餐，而佢自己就去咗老豆嘅遺像前面，侵犯咗名義上嘅妹後藤銀。搞掂之後，當佢係垃圾咁掉開，對住老豆嘅遺像自言自語：殺死老豆嘅其實係我啊！後藤銀行到水池邊洗面，啱好遇到食完飯準備走嘅正宗。呢次係兩個人第一次見面，只係對望一眼，年紀輕輕嘅正宗就已經完全沉淪。後藤銀主動揾到正宗，話想同對方單獨傾下。正宗見到後藤銀面上嘅傷口，個心突然抽咗一下，佢鬼使神差咁帶後藤銀去咗一個秘密洞穴。呢個地方只有歷代祭治先知道，絕對唔會有任何人嚟打擾。正宗好迫切諗了解後藤銀嘅一切，而呢個女人都好積極，只係第2次見面，佢就主動獻身俾正宗。就好似後藤今次講嘅咁，後藤銀就係劇毒，雖然年紀唔大，但好識男女之事，可能係繼承咗阿媽嘅血統。後藤銀靠美色征服咗好多男人，村民覺得佢身上流住污糟嘅血，平時見到唔係鬧就係掟石頭，所以後藤銀對呢個村充滿恨意。而涉世未深嘅正宗幾次約會之後，被後藤銀迷到暈陀陀。佢話自己嘅阿媽係宮花村所有男人嘅慰藉，所以佢都唔知自己嘅老豆係邊個，而且同後藤家都冇任何血緣關係。佢覺得呢個世界根本冇佢容身之處，但正宗就覺得後藤銀冇錯，錯嘅係呢個世界至啱。佢發誓要改變呢條村，等後藤銀可以安心喺度生活。正宗竟然冇發覺，後藤銀塊面露出陰謀得逞嘅奸笑。之後兩個人更加黐纏，不過佢哋嘅關係都好快傳開。祭治老豆快手干預，硬生生拆散咗正宗同後藤銀呢對情侶。平時根本冇機會見面，直到1年1度嘅祭典儀式來臨，村裏面嘅人忙住拜神，根本冇注意到少咗2個人。正宗喺村後面嘅小樹林
偷偷約見後藤銀。原本兩個人打算一齊逃離呢條村，點知後藤銀話自己有咗 BB， 正宗即刻改變主意，佢遲早都會繼承祭治嘅位，一定可以改變條村嘅現狀，等佢哋嘅細路有個全新嘅生活環境。但係兩個人都唔知，祭治大人已經發現個仔正宗唔見咗。有好多人估到佢係同後藤銀拍拖去咗，即刻有人提議不如直接殺咗後藤銀啦，免得自家少爺行差踏錯。而呢一對小情侶完全冇意識到危險就快降臨。後藤銀又講起阿媽嘅經歷，前幾年佢阿媽俾村民獻咗俾來乃神，呢個係宮花村延續落去嘅傳統。之前村民為咗大豐收，會喺祭典儀式上獻出一位村民，但係到後尾就完全變晒味，逐漸變成村民光明正大處決罪惡之人嘅手段。而到咗後藤銀呢一代，更加變成獻祭細路仔俾食人怪。不過後藤銀後生嗰陣仲未有咁嘅諗法，佢只係感慨阿媽嘅悲慘遭遇，憧憬住有朝一日自己做咗後藤家主，再同正宗呢位祭治聯手，將宮花村改造成想要嘅樣。純情嘅正宗連細路嘅名都諗好，就叫白銀啦。希望佢喺純白無垢嘅世界裏面，好似你咁堅強咁生活。就喺兩人情意綿綿嗰陣，一個僕人揾到正宗，佢叫少爺，快啲去參加祭典儀式。跟住又轉身拎起鋤頭準備打死後藤銀，正宗即刻衝上前攔住瞓喺地下嘅後藤銀，將啲僕人對佢嘅辱罵聽得清清楚楚。而家嘅佢再亦隱瞞住心中嘅怒火，揸實個鋤頭不斷咁打落個僕人度，打到對方完全冇晒反應。正宗先至意識到心愛嘅人闖咗大禍，佢想帶住對方逃離條村，但係後藤銀就話佢要同個仔喺條村度生活落去。但憤怒嘅村民點會放過佢？正宗喺旁邊拼命但求情，點知後藤銀突然哈哈大笑起身，話自己從來未試過咁開心。村民們都以為後藤銀癲咗，大聲嗌要即刻處死佢。呢個時候正宗嘅老豆祭治出現，佢叫大家冷靜啲，話殺咗後藤銀冇乜用，不如學佢阿媽咁獻俾來乃神，仲可以幫到條村。其他村民都覺得呢個係好神聖嘅行為，只有正宗知道真相。所謂獻俾來乃神，其實就係將人綁去後山，餓到死為止。但係正宗而家嘅身份根本冇能力改變任何結局，只能夠眼白白睇住村民將心上人綁去後山。而家嘅後藤銀已經冇晒顧忌，佢大聲發誓要將宮花村嘅一切食到渣都冇得剩。不過後藤銀都只係一時之氣啫，佢最終都係被村民綁喺後山嘅大樹度。就當後藤銀以為自己就快餓死嗰陣，一班打扮古怪嘅人，後藤銀諗起一個傳說。一個傳說後，藤銀諗起即刻開口問：你哋就係會食人嘅濫竽族啊？見對方冇否認，佢塊面露出陰森笑容。而老祭治諗到呢度嘅時候，突然出聲感嘆：而家後藤家族裏面嘅女人都好慘，好似為咗證明呢句話，後藤家主嘅女友小瑾因為懷孕，享受到本家最高規格嘅待遇。個女仔宮田見到為小瑾準備嘅豐富餸菜，幾乎將不滿寫喺塊面度。之前佢為咗心愛嘅男人偷偷地走咗出山村，結果俾啲努亞利山長水遠捉翻嚟。宮田個心早就種落咗仇恨嘅種子，佢憎死後藤家族入面所有衰嘢，但又唔可以表露出嚟。直到見到家主嘅女友小瑾，佢覺得對方同自己一樣俾後藤家族限制住自由，於是借住晴天娃娃嘅由來諷刺後藤家族成日要女人做男人嘅犧牲品。宮田真係頂唔順啦，被家族綁住嘅人生，佢想叫小瑾跟住自己逃離宮花村，但小瑾為咗同衛界長相廝守，好唔容易先俾後藤家族接受自己。而家嘅佢點會輕易走？一番好意被婉拒，宮田冇表現出任何唔妥，佢叫小瑾望向右邊，另一隻手拎出電擊器。小瑾毫無防備咁暈低咗。家主懷孕嘅老婆出咗意外，喺家族入邊係天大嘅事，所有族人慌到冇晒主意。而宮田心裏面笑到開花，佢趁住混亂逃出家族老宅，臨走嗰時係仲唔記得詛咒族人不得好死。第5集內容都算係由睇頭，成個劇集嘅轉折點由第5集開始逐漸轉入翻劇情嘅主線。第6集我哋會揭曉宮花村祭典食人習俗嘅由來，同後藤銀掌控後藤家族嘅血腥歷程。故事接住上集，後藤銀俾村民以獻祭嘅名義綁到後山，又喺佢以為自己命不久矣嘅時候，傳說中食人嘅濫竽族突然出現。
後藤銀冇向命運低頭，而係將自己嘅優勢發揮到盡。要唔要同我聯手？うちと組まんか？村に復讐したわね。望住偷偷咽口水嘅男人，後藤銀知道自己嘅目的達成咗，轉眼就到咗2年後。因為極端嘅惡劣天氣，宮花村嘅饑荒更加嚴重，村民們唯有去深山揾食。經過一處土坡嘅時候，佢哋無意中遇到一位3歲大嘅細路，行近一睇，兩個人爭啲當場嚇到瀨尿。個細路仔口裏面竟然含住隻手指。呢個時候，獨眼個頭頂有雪花飄落，後藤銀手揸住把鐮刀從天而降。而家村裏面嘅祭祀大人正喺度派粥接濟村民，父子兩個滿面愁容。呢啲係佢哋剩低嘅最後一批糧食。食完呢餐，大家就只可以一齊捱餓。突然之間，有個村民嗌住從山林度跑過嚟，佢話後藤銀仲未死，仲殺咗獨眼嘅事講俾大家知。呢個消息令到村民們都好震驚。後藤銀唔係已經獻祭俾來乃神咩？點解佢而家仲可以生存落去？長間得返祭祀個仔，正中難掩開心。邊個都估唔到，後藤銀非但冇被南羽族食咗，反而變成佢哋嘅一份子。生完 BB 之後，呢對母子一直靠食人肉為生。期間佢仲成日勸個仔唔好忘記食晒宮花村嘅一切。明顯後藤銀從未放低心中嘅仇恨，而村民亦都冇忘記要趕盡殺絕佢，一波又一波咁衝入後山。可惜始終揾唔到後藤銀嘅蹤跡。不過而家更加棘手嘅問題就係饑荒啦，唔單止係老弱病殘，就連啱啱出世嘅 BB 都因為冇母乳而活活餓死。唔係少，而係唔公平。村民將憤怒全部轉移去衣食無憂嘅後藤家族，呢啲人正喺度餓死，而後藤家主今次卻喺度大魚大肉。祭祀代表村民問佢攞糧食，點知今次被對方一口拒絕。佢之所以見死不救，300幾多年前嘅江戶時代，嗰陣時饑荒成日發生，南羽族唯有靠食人過日子，所以成日有人患上瘋人病。村民忍無可忍，將佢哋趕出村。從此南羽族就隱居喺荒蕪嘅後山，過住似野獸咁生食嘅生活。而後藤家就因為幫南羽族講咗幾句好話，結果就俾村民集體打壓，連田都俾人搶走分咗。直到最近後藤家族再次崛起，家主今次先至從村民手中攞翻啲好田。呢位家主好似講笑咁同祭祀提議，村民冇糧食都唔至於餓死，食人咪得咯。而今次憎恨村民，もう亡くなった後じゃとしても人間を食うたらええやね。仲有另外一個原因，嗰個就係佢心愛嘅女人後藤銀，竟然被當成祭品獻俾咗來乃神。呢幾年佢一直派人靜靜雞揾，由此可見後藤銀呢個女人嘅魅力有幾大。同樣深陷其中嘅，仲有祭祀家嘅少爺正宗。雖然已經過去3年，但佢始終都對後藤銀念念不忘。得知心上人仲喺度，正宗自己一個人去到兩人約會嘅秘密地點，曾經嘅一幕幕湧上心頭。個男人趴喺地上不停嗌住後藤銀嘅名。呢個時候身後傳嚟把熟口熟面嘅聲，正宗擰轉頭一睇，正係心掛掛嘅後藤銀。旁邊仲有個3歲大嘅細路，佢直覺認為呢個係自己嘅骨肉白銀。後藤銀再都冇咗以前嗰種溫柔，望住正宗好似虔誠嘅信徒咁跪喺自己面前，佢冷冷咁講咗句：可以幫我做件事嗎？祭祀父子急急忙忙走上祭台，憤怒嘅村民已經準備好武器，個個喺度嘈話要去後藤家搶糧食。之前每次遇到呢種情況，祭祀大人都會做和事佬，要村民哋保持冷靜。以前正宗都係靜靜企喺老豆後面一聲唔出，但係今次佢竟然唱反調，用煽動村民哋同後藤家決一死戰。呢番說話得到大家支持，即刻決定俾佢做新一代祭祀，帶村民哋去同後藤家開戰。為咗確保行動順利，正宗仲捉咗後藤今次嘅妹妹做人質。明顯呢場係有預謀嘅計謀，而喺背後推波助瀾嘅就係後藤銀。呢個女人好似有啲魔力，總可以令到男人聽晒佢話。當正宗帶住村民趕到後藤屋企，家主今次嘅反應出人意料，佢居然準備咗2大車糧食，任得村民隨便攞，只要佢哋放咗佢個妹就得。而且後續嘅糧食都會按時俾佢哋，發放。村民個個少各種蔬菜、見眼、肉同水，邊度仲有本身開戰嘅念頭？不如我哋翻去啦！但係突然之間一槍打破咗嚟之不易嘅和平場面。黑暗中有個人，好似專登挑起兩邊矛盾。村民個個惡向膽邊生，覺得係後藤家族嘅手腳，於是即刻捅死咗家主嘅人質妹妹。後藤今次激到爆，開槍打死咗一個村民。正宗捉住機會，
大飲一聲帶住村民衝向後藤家族，一場大廝殺終於開始。面對湧過嚟嘅村民，後藤家雖然有槍，但係都頂唔住人多，好快就被打到退。連家主今次都被村民圍住，緊要關頭，一粒子彈射穿村民額頭，跟住一個又一個村民陸續跌低。埋伏好耐嘅南羽族終於現身啦！原來呢個先係後藤銀嘅全盤計劃，挑起村民同後藤家嘅大戰。雙方打到兩敗俱傷嘅時候，南羽族就嚟坐收漁翁之利，佢哋一啲都唔留情咁殺咗後藤家所有嘅男人當食物，而女人就留低傳宗接代。嚴格嚟講，而家嘅後藤家族淨得個名咋，其實佢哋全部都係南羽族嘅後代，而搞出晒呢啲嘢嘅就係呢個叫後藤銀嘅女人。後藤銀嘅怨恨可以話係非常之深，佢忍辱負重咁耐就係為咗今日。只見佢心情款款咁行到後藤今次面前，手起刀落搞掂咗後藤家最後一個男人。而更加諷刺嘅係，今次臨死前都唔記得同後藤銀深情表白，我愛你。第二日一大早，正宗帶住後藤銀同南羽族嚟到村民面前，後藤銀自豪淡宣布，從今日起佢哋就係新嘅後藤家族，而且會同宮花村建立新嘅合作關係。你哋每年供奉來乃神，結果日日挨餓受凍，不如由今日開始將白銀當係新嘅神，喺祭典儀式嗰日用活人獻祭，之後就可以得到後藤家族嘅救濟。祭祀吉宗正想出聲反對，身後嘅村民已經自動自覺跪低晒。畢竟喺極度嘅飢餓面前，邊個可以令大家填飽個肚？咁佢就係真正嘅神明，亦即係由今日開始，以後藤銀為首嘅南羽族喺宮花村開始咗新嘅統治時代。佢一直都冇忘記曾經發過嘅毒誓，我要將村裏邊嘅一切食清光，我要將村裏邊一切食清光。同村民定落要用活人做祭品，呢個就係令宮花村消失嘅最好方法。而佢咁做仲有另外一個原因，傳聞300年前有人患上瘋人病，意外咁生存落嚟，最後生到6尺半咁大隻，喺精神異常嘅模糊地帶遊蕩，發癲嘅樣好似神明咁，搞到人心生恐懼，所以就將佢當成真神。而後藤銀要做嘅就係要佢個仔白銀生食人肉，將佢打造成宮花村真正嘅神明。而家睇嚟佢嘅計劃執行得好成功。時間翻到而家，關於後藤銀嘅回憶就講到呢度。差佬大川個心好唔舒服，佢決定要搞掂嗰隻食人怪，等宮花村嘅村民可以擺脫祭典嘅束縛。後藤家主衛介即刻追上去，從血脈傳承上睇，佢其實係食人怪嘅後代，算係正宗嘅宮花村人，同嗰啲南羽族一啲關係都冇。後藤家嘅族人表面和睦，實則各懷鬼胎。衛介打算同大川合作，一齊推翻呢個畸形嘅陋習。而另一邊嘅楊介而家車住大川老婆準備趕去醫院，結果喺中途咁啱遇到偷走咗出嚟嘅後藤家族人宮田。從某啲意義上嚟講，兩個都係背叛家族嘅異類，於是約埋一齊逃離呢一個山村。從某種意義上嚟講，佢哋都可以話係同病相憐第一種人。點知未開出地界，前面嘅路就俾人堵死。楊介估到係有人特登咁做，但係都只可以行上前清走障礙。呢個時候有個人影從橋底爬出，原來係後藤家嘅癲佬阿里，佢特登守喺度，就係想睇下邊個打算逃離家族。可憐嘅楊介好快就俾對方打低喺地。而家呢個時候已經喺宮花村附近集合晒，佢哋分咗幾隊，決定同一時間搞掂食人怪同後藤家族嘅主要成員。今次佢哋明顯係來真嘅，如果遇到有人想反抗，特警可以唔使問即刻開火，一場警匪大戰就快開始。以上就係誓亡村 S2E6 嘅內容。睇完一集之前嘅好多疑問都明白晒，原來後藤家族早就名存實亡，而呢一個亦都係後藤銀極力維護本家血統純正嘅原因。因為食人怪白銀早喺佢遇到南羽族之前就有咗，唔理係祭祀正宗嘅定係後藤今次嘅，至少佢都算係宮花村嘅後代，同嗰啲以人為食嘅蠻族完全冇關係。之前殺死今次嗰陣，後藤銀特登講個仔都有可能係南羽族嘅後代，明顯係佢玩嘅欺瞞手段，咁先可以保證白銀唔會被南羽族排擠。因為佢哋並唔知道第一次遇到後藤銀嗰陣，對方其實已經有咗，而後藤銀完全控制晒後藤家族之後，為咗保持本家血脈嘅純正，寧願揾普通村民後藤男同食人怪生仔，咁樣明顯就係唔想俾南羽族嘅血脈混入去。南羽族取代後藤家族嘅計劃睇落好似成功咗，但係喺後藤銀嘅操控下，實際上算係徹底失敗咗。因為無論傳幾多代，南羽族都冇可能
成為後藤家族嘅本家。等咗成個禮拜嘅噬亡村 S2E7 終於上線啦！呢一集會迎來今季最激嘅場面，更加將食人家族冷酷殘忍嘅一面展現到淋漓盡致，而且會交代翻之前一直冇交代嘅事情，比如食人族點解會聽從後藤銀，白銀嘅真正身份係咩等等。故事接住上集結尾，男主大川同家主衛介聯手，準備一齊消滅後藤銀親手製造嘅食人怪物。因為事先得到老祭治嘅指點，兩個人好快就嚟到白銀嘅巢穴。呢度正係老祭治同後藤銀曾經偷偷見面嘅地方。村裏邊幾乎冇人知道呢一度嘅存在。大川佢哋摸黑，小心翼翼咁前行，但係唔知山洞嘅最入面，個女小白已經醒返。當佢見到食人怪白銀行近自己，個小女孩唔單止冇驚，反而從袋度拎出一粒糖。原來兩個人早就見過一面。當初小白啱啱嚟到宮花村，有日自己出街就撞到食人怪，佢拎出身上嘅糖俾對方，而白銀就攞出一隻手指做回禮。雖然已經過咗大半年，但係食人怪仲記得粒糖嘅味道。佢雙眼瞪到好大，好似想從粒糖度睇到唔同嘅世界。其實食人怪內心都係好渴望自由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大川同衛介揸住槍趕到，見到白銀吞咗粒糖，跟住又慢慢行近小白。大川一啲都唔猶豫就開槍，將佢射低喺地。想再補多槍嗰陣，小白即刻企出嚟，佢唔准老豆傷害自己嘅朋友。大川冇辦法，唯有叫旁邊嘅衛介出手。但就喺佢準備扣扳機嗰陣，腳下嘅沙地突然伸出對手。衛介細個就被後藤銀洗腦，要將白銀當成神明咁供奉。經過家族以及後藤銀長時間嘅思想薰陶以及壓迫，已經成為佢揮之不去嘅噩夢。喺後藤銀一聲聲嘅叮囑裏面，衛介只覺得自己置身於屍山血海之中。地上躺滿咗被白銀食咗嘅村民，被大川打穿個頭嘅藤夫突然從病床度彈起身，佢身體裏面流住食人族藍羽部嘅血脈，難怪生命力會咁頑強。藤夫冇慶幸自己大難不死，反而喺度大罵族長衛介嘅背叛。佢將自己嘅忠誠完全付出晒俾對方，點知換嚟咁嘅結果。藤夫個心充滿憤怒同唔甘心，佢發誓點都要背叛家族嘅衛介付出代價。咁咪正正就係一年一度嘅祭典儀式，普通村民喺廣場上載歌載舞，呢個係佢哋獨有嘅慶祝方式。但係藤夫理都唔理，衝入會場，將啲象徵豐收嘅酒醬全部推倒喺地，睇咗一圈冇見到衛介，佢又直接跑去祭祀嘅屋企。喺族人同伴嘅護送下，藤夫直接衝入咗祭祀嘅屋企。藤夫一手捉住新任祭祀阿銀，佢曾經見過對方同衛介喺度密密針，估到一定係佢將人收埋咗。呢個時候，幾位後生村民跑過嚟，大聲飲住威脅藤夫唔好亂嚟。畢竟喺普通村民眼中，祭祀就係神明嘅代言人，喺佢哋心中嘅地位好高。但藤夫就理都唔理，逼阿銀講出衛介嘅下落，唔係嘅話就一手扭斷佢條頸。年邁嘅老祭祀終於妥協，表示願意帶藤夫去揾衛介。而呢個時候嘅衛介仲困喺後藤銀編織嘅環境中無法自拔，突然耳邊響起大川嘅怒口，佢先至意識到眼前睇到嘅都係幻覺。為咗令自己清醒翻，衛介不斷用槍托猛砸個頭，但係後藤銀嘅身影依然冇消失。最終佢決定直面內心嘅恐懼，伴隨住一聲槍響，後藤白銀跌入血池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夫帶住大量族人衝入山洞。族人見到山洞嘅環境同埋自己心目中一直視為神明嘅怪人被殺之後，藤夫個腦直接宕機，其他人嬲到將衛介圍住。衛介早就心理有準備，坐低準備接受死亡。點知重傷嘅白銀突然企起身，把口不斷重複住一句話：活落去。佢用身體擋住衛介，似乎已經察覺到對方就係自己個仔。衛介個心好亂，唔覺意將隻手搭喺白銀身上。呢一刻，兩個人終於喺大家面前認咗父子關係。旁邊嘅大川心有感觸，佢諗起小白出世嗰陣嗰種刻喺骨子裏血脈相連嘅感覺，點都冇辦法抹走。白銀輕輕摸住衛介塊面，將口發出好唔甘心嘅怒口。佢諗翻自己3歲嗰陣，阿媽後藤銀喺冰天雪地裏面許下嘅承諾，我會打造一個適合你生存嘅世界。但佢點都估唔到，阿媽竟然將自己活生生變成咗隻怪物。宮花村嘅出口大橋上面，堅佬阿里正喺度打緊洋界。佢守喺度嘅目的就係想睇下邊個係家族嘅逃兵。點知等來嘅係本家嘅二少爺。阿里好嬲咁拎出把刀，準備即刻解決洋界。
匿喺車度嘅宮田實在睇唔落去，佢靜靜雞拎起雜物櫃嘅螺絲批，跟住就快步行到阿里面前。佢詐稱自己俾楊介挾持咗，口入面不停叫驚驚。楊介正想解釋，點知俾宮田一腳踢低咗。但係阿里邊有咁易上當，叫宮田行開啲。宮田眼裏邊充滿咗後悔，話之前阿里侵犯自己嗰陣，佢唔應該咁強硬拒絕過。講完之後，宮田擺出一副任人採摘嘅姿態。呢下阿里終於展現出男人本色。當宮田翹起嘴慢慢靠近，手中嘅螺絲刀用力插落阿里大腿，點知阿里一啲痛苦嘅樣都冇，單手猛咁推倒宮田。原來佢細個就患上咗無痛症，一直感受唔到痛嘅感覺。阿里激氣上前，正準備用強，點知下一刻佢全身開始猛咁震。原來宮田早就螺絲刀上塗滿咗農藥，呢種藥毒性勁強，可以好易毒死一頭水牛。果然冇幾耐，阿里身體硬晒，唔甘心咁跌喺度。宮田用盡雙腳力，輪流打佢下半身，好似要將多年嘅怒氣全部發洩出嚟。直到阿里口吐白沫，完全冇咗呼吸，宮田先至憤憤咁講咗句：屬於後藤家嘅時代徹底完咗。呢個時候，遠方傳嚟警車嘅鳴笛聲，楊介好似捉住救命稻草，不停呼救。轉過身嚟，先發現宮田已經跳落水，奔向屬於自己嘅自由。估計佢再都唔想同後藤家族有任何瓜葛。楊介明白晒關鍵，唯有喺心裏默默送上祝福。當差佬到咗橋面，第一時間將昏迷嘅大川老婆送去救治。臨時搭起嘅指揮總部入面，處長幾個人正喺度制定特警隊嘅進攻路線。呢個時候，後藤男突然出現，佢喺地圖上指出一條小路，可以繞過晒後藤家族，直接去到祭壇個位。處長即刻採納咗呢個方案。畢竟佢哋今次主要目標就係捉食人怪同家族嘅核心成員。當後藤男行出指揮帳篷，啱好見到處理緊傷口嘅楊介。雖然佢哋係母子關係，但因為多年冇見，再加埋食人怪白銀嘅關係，佢哋之間顯得好生疏。冇幾耐，特戰隊成員到咗後藤家嘅祭壇，但係令所有人唔明嘅係，周圍一片漆黑，連個鬼影都冇。唔通後藤家嘅祭奠儀式仲未開始？心入面忐忑不安。特警們嚟到祭壇所在嘅廣場，除咗一位白髮阿婆，就再都見唔到其他族人。隊長好心勸佢快啲走，點知白髮阿婆話自己耳仔唔好，拖拖拉拉等到所有人行近，佢先至唔情不願咁轉身。隊長眼裏睇到阿婆身上有炸彈，想行近嗰陣已經太遲，巨大嘅爆炸吞噬成個廣場。探路嘅特種小隊慘遭團滅。呢次事件令大家再次見識到後藤家族嘅血腥殘酷。畫面轉到宮花村裏邊嘅一戶普通人家，村民阿尊原本有個幸福美滿嘅家庭，但係喺孩子出世嘅嗰日，佢不得不將對方當做貢品，獻祭俾食人怪白銀。老婆一氣之下走佬，10幾年嚟音訊全無。阿尊幾次想去後藤家族要翻個仔，但係佢年邁嘅父母全都經歷過嗰個混亂時代，對後藤人嘅敬畏幾乎刻咗喺骨子裏。兩名老者都認為獻出自己嘅細路係應該嘅，否則點會有而家嘅豐衣足食？一邊係對妻兒嘅思念，再另一邊係對傳統陋習嘅妥協。阿尊無時無刻都處於痛苦煎熬中，直到細路10歲生日嘅呢日，佢嘅內心徹底崩潰。唔單止親手了結咗愚昧固執嘅父母，阿尊仲發誓要改變呢條村。佢將自己打扮成浪人模樣，腳步飛快朝外跑去。而村主裏邊嘅其他後生仔而家正聚埋一齊，痛惜後藤家族嘅野蠻狂妄。佢哋都係活生生嘅人，唔應該被當成家畜咁對待。鬍鬚男有啲畏畏縮縮，佢曾經親眼見識過後藤家嘅瘋狂，好擔心自己都會遭遇報復。幾個後生仔心中大怒，衝上去就係一頓暴揍。鬍鬚男掙扎住企起身，正準備逃走嗰陣，突然一聲槍響傳嚟，所有人冷冷地轉過頭，開槍嘅正係全副武裝嘅阿尊。後生村民嘅面上露出希望嘅光芒，睇嚟唔單止係特警大隊，就連宮花村嘅村民都要對後藤家展開瘋狂報復啦。以上就係細芒村第2季嘅第7集內容。等咗成個禮拜嘅細芒村終於迎來大結局。原來癲咗㗎，唔單止得食人家族，嗰啲睇落人畜無害嘅普通村民，全部都係不可原諒嘅劍指手。故事接住上集結尾，食人怪白銀就快死嘅時候，終於恢復咗少少理智。諗翻起細個嗰陣，阿媽對自己嘅承諾，我會打造一個適合你生存嘅世界。睇下而家唔似人唔似鬼嘅樣。
白銀個心充滿咗憤怒同不甘心，見到後藤家嘅族人對衛介嘅仇恨消除咗，佢右手輕輕抬起，從頭上嘅傷口度攞出一肌肉，跟住慢慢放入口度走。現場所有人都嚇到呆咗，好唔明白白銀點解要自殘，但佢嘅態度異常堅決，好似朝聖咁虔誠不可侵犯。時間翻到1年前嘅某個夜晚，宮花村嘅村民個個着住雨衣，將後藤家嘅家主後藤銀逼到後山。原來嗰陣時嘅村民已經對後藤家族忍無可忍，佢哋一齊密謀，決定靜雞雞啖殺死後藤銀，但又唔敢明住得罪後藤家族。為咗防止有人泄密，所有村民都要參與擊殺。囂張到極嘅後藤銀就彈被刺咗上百下，但係估唔到佢因為成日食肉生命力強到離譜，彈嘅情況下竟然仲吊住條命。朦朧腦中佢見到白銀靜雞雞啖出現，感覺到阿媽就快唔得。生得畸形嘅白銀唔知點樣表達悲傷，只能靠本能張開血盆大口陪住阿媽咬過去，因為喺佢眼中，每個人最好嘅歸宿就係被自己食咗。後藤銀個樣好平靜，甚至鼓勵白銀做得啱，講咗佢要活落去之後就斷氣。收回思緒嘅白銀慢慢抬起手，開始咬自己嘅肉，因為佢都希望自己有個好歸宿。喺大家震驚嘅目光下，呢個食人怪不斷咀嚼，最後停低咗呼吸。後藤家嘅族人跪低喺度，開始自發啖祭奠心中嘅神靈，得返藤夫一個企硬，講嘢充滿咗嘲諷。呢條友邊度係神明啊？只不過係一個捱到而家嘅可憐老坑。講完佢就大力扯咗塊皮肉擺入口度嚼，上代祭祀正中驚到叫出聲。藤夫就係濫羽族嘅後代，個個都緊張到四圍閃。大川啱啱想舉槍射，衛介快啲上前阻止。呢啲係後藤家族嘅家事，等佢帶住小白走先講。大川諗諗都係攬住個女飛快彈逃離山洞。而家嘅藤夫已經癲咗，開始亂咁咬周圍嘅族人。衛介第一時間攞槍射，但係藤夫唔單止冇事，反而更加嬲。佢一直都盡心幫衛介，但係換來嘅係無情嘅背叛。跟住藤夫個樣變到扭曲，兩隻眼充滿死灰，睇嚟佢都跟白銀一樣染上咗傳說中嘅瘋人病。只係見藤夫一個飛撲衝入人群，好似餓狼咁見人就咬，成個山洞即刻亂晒大龍。後藤家嘅主要戰力幾乎全部喺晒呢度，佢哋嘅大本營正係最空虛嘅時候。宮花村年輕一代嘅村民直接衝入後藤家，佢哋見人就殺，幾乎冇遇到任何抵抗，睇嚟係要將多年壓抑嘅怒氣全部發洩出嚟。佢哋將後藤家嘅老弱病孺集中關押喺一個房內，跟住毫不留情咁點燃間屋。無論入邊嘅人點樣嗌救命，村裏邊嘅人一啲反應都冇。有族人想從後門走路，發光男阿尊早就喺度等，佢見人就殺，塊面一啲表情都冇。後藤家唯一打得嘅矮仔試下反抗，點知一排子彈射過嚟，阿尊竟然一啲事都冇㗎。佢一槍射低咗矮仔，跟住仲後上前補多幾槍。而家嘅大川已經帶住小白跑到山腳，佢隨便揾咗架車，準備去同老婆會合。打電話問過先知，老婆嘅情況好唔樂觀，而家喺醫院搶救緊。到呢個消息，大川成個心都提到喉嚨頂，腳下油門唔覺意踩快咗，突然眼前有道白影閃過，大川急剎停車。好彩呢位村民冇乜大礙，只係個樣好緊張。而家村裏面嘅男人全部去殺後藤家族啦，大嬸個仔有樹都偷偷跟咗去。佢知道大川係警察身份，希望對方幫手揾翻個仔。呢件事令到大川好掙扎，佢心入面掛住病危嘅老婆，但另一邊又係做警察嘅責任。大川將決定權交俾女小白，點知個女仔一啲都唔猶豫，叫老豆去救人，因為嗰個叫有樹嘅細路都係佢嘅玩伴。大川最後將小白託付俾大嬸，而佢自己就開車朝住後藤家族嘅方向去。同時間，特警部隊派出嘅偵察機亦都發現咗宮花村嘅火光。雖然呢班人犯晒大罪，但係處長都係派咗幾架消防車過去，而嗰位村民大嬸嘅細路有樹而家正喺火堆度周圍亂走。佢嚟呢度唔係為咗揾老豆，而係為咗揾後藤家嘅一個同齡玩伴。呢個時候有位村民準備對個玩伴落手，有樹即刻衝上前阻止。村民識得佢父母唔敢用強，旁邊發光嘅男人阿尊就唔理咁多，佢一拉槍山，直接朝住有樹嘅玩伴行過去。間屋嘅火越燒越旺，後藤家族嘅人死傷無數，幾位老人家拼命搏鬥，將後藤家主懷孕嘅老婆送到醫院外面。雖然佢哋最後全部被殺，但係小緊靠住靈活走位，
喺槍林彈雨中逃咗出去。而呢個時候嘅阿尊已經將槍對準咗有樹嘅環伴，明顯係唔打算放過後藤家嘅任何一個人。緊要關頭，大川衝過嚟，佢一手推低咗阿尊，跟住將槍對準咗追緊小緊嘅後生村民。見對方跌低之後，佢好快企起身，打低咗另外幾個村民。雖然後藤家族好衰格，但係大川身為差人，絕對唔允許村民對佢哋大開殺戒。阿尊就有自己嘅理由，如果唔將後藤家族剷除，就算換過另一個家主，都係會對村民進行血腥壓迫。但大川就唔係咁諗，時代總會變㗎。你睇村民屋企個細路有樹，咪同後藤家嘅細路相處得幾好咩？佢哋根本冇受到舊思想嘅束縛，嗰啲解唔開嘅仇恨，完全就係上一輩強加俾佢哋嘅。眼睇後藤家族就快玩完，而佢哋家嘅主力戰士亦危在旦夕，咁多人加埋都唔係一個藤夫嘅對手，好似有用唔完嘅力氣，時不時仲會撲過嚟咬人一啖。後藤家嘅戰士雖然霸道，但係遇到咁一個怪物，佢哋都只有狼狽逃竄嘅份。衛介試咗好多次想叫醒藤夫，可惜對方已經完全冇晒理智。佢諗起呢幾年對藤夫嘅虧欠，連反抗嘅念頭都冇，光頭鼓起勇氣想開槍，但係好快就被衛介阻止。佢寧願自己被打死，都唔想家族內部打鬥。但係而家嘅藤夫就好似一隻冇感情嘅野獸，對住衛介又打又咬。衛介個口不停叫佢醒下，甚至主動將隻手塞入藤夫個口。可能係體力透支得太犀利，或者係瘋人病發作，藤夫突然間冇咗呼吸。呢個時候上任祭治又跑出嚟大聲嗌：英語部一族終於死晒啦！佢知道呢個係後藤人最大嘅心願，可能係開心到喊。老祭治突然之間神神地，佢對住個頭骨不停嗌後藤人個名。衛介冇理呢個癲佬，而係行去年輕祭治面前，話以後嘅宮花村就要靠佢啦。跟住大批差佬衝落嚟，衛介大聲叫族人唔好反抗，佢哋呢輩人犯下嘅罪孽一定要自己拿落去，咁樣先可以俾後代有個光明未來。唔覺天就光咗，後藤家嘅火已經救熄。衛介被押去指揮中心醫，佢見到細佬楊介同阿媽後藤南兩個時不時細聲講幾句，明顯關係好咗唔少。呢個時候女友小緊跑過嚟，呢對苦命鴛鴦終於見到面。而家大川已經趕去醫院，好彩老婆度過咗危險期，見到屋企人平安無事，大川個心終於放低咗，無盡嘅疲倦湧上心頭，佢就咁樣趴喺床頭冇晒動靜。喺一刻成個身跌喺地上，搞到一班護士手忙腳亂。經過一輪檢查，最終先確定佢只係瞓着咗。冇幾耐，宮花村村民集體殺死後藤銀，並將細路獻祭俾後藤家族嘅事被媒體曝光，一時間引起全國轟動。好八卦嘅網友將宮花村當成打卡聖地，到處噴住魔鬼、食人等字樣。而後藤家主衛介雖然係主謀，但係佢主動號召族人放棄抵抗，雖然會俾衛介定罪，但係點樣量刑仲有待商量。大川主動走去看守所探衛介，並帶咗個好消息俾佢。衛介嘅女友小緊生咗，知道生嘅係個女仔。衛介個心好複雜，可能後藤家族從此就冇咗。不過佢已經冇時間理呢啲。衛介作為一家之主，早就準備好坐穿牢底，因為後藤家族犯嘅罪，必須由佢嚟承受應有嘅懲罰。大川點頭表示同意，話後藤家族真係罪大惡極。不過佢都偷偷透露咗個消息，可能有一日衛介出翻嚟，佢可以問心無愧咁攬住自己嘅細路。轉眼就過咗1年，而家嘅宮花村幾乎同外界隔絕晒，村口仲掛住外人勿入嘅牌。有個後生仔行入派出所，加內子以為又係嚟冷嘲熱諷嘅八卦群眾，問過之後先知道，原來佢係嚟宮花村做警察嘅。加內子簡直唔敢相信，佢仲以為所有人都放棄咗宮花村。而家呢度嘅村民明顯少咗好多，村裏面周圍都立住啲唔堪嘅標語。兩個人遠遠望到一棟屋企前面企住幾個人，淨係大川一家喺度過住悠閒寧靜嘅生活。以上就係《細忙村》第2季嘅全部內容。講真，呢部劇嘅結局都算唔錯，甚至連第1季中嘅唔少細節都呼應上咗，而且將宮花村祭典嘅來龍去脈都交代得十分完整，比而家大部分美劇要良心好多。好啦，今日就到呢度啦，鍾意嘅朋友記得繼續關注，我哋下期再見。